最上关心的就是这个中元节所规定的，一定要拜地公。你我这么做地公，你若是真正要来开钱去买吼，恐惊吼一只万几箍。 无几个人挡会掉，即卖当用租的哦。你打即个台地，你也讲我要拜拜，我甲你租一只全地，你几千箍啊！哇，你看摆起来偌水的。普队案道有210只的地公，看过有够澎湃。是讲买一只全地，费用都爱上万。阮一开4号开4只，要来敬谢咱普渡公哦，来保庇咱哦，大家。 规个战争啊，大家平安顺遂。是讲这全地无一定爱用买，可以当用租的，直接找地点来租，安尼就会当省钱济。拜头10点，因得过来，地主得过来载回去安尼。嘉义县原定的民宿，当朝港口宫的中元节顶场，开2780桌，全106栋的米，210只的地，数量是创历史新高，也有上千只美食的大只行家。 用品甲食食全甲正粗糙，日用品的部分要穿面谱仔甲化妆品，要互好兄弟通用。出面洗好，咱就来西装打扮，抹一个胭脂水粉嘞。现场也有菜地天地间，秘书是邀请各式牌的客丁哥。 这个白桂梨啊，也有红色的瓜丁，甲好兄弟照路。菜丁哥吼，咱属于咧9笑控0.1分，吼。 迄个50布，迄个7笑2放灯吼，请迄个好兄弟啊，带来咱中原普渡节。中原普渡竞品粗糙，对食食到生活用品拢真齐全，呈现地方现有的虔诚，也互100年的民俗一代接一代继续传承。